魚龍山金色果嶺，今日我哋睇呢一間屋咧係全新嘅一個靚單位嚟嘅，冇住過哦。呢個單位係一個122方嘅，陽台個景觀都非常之開闊，可以望到別墅景啦，同埋一個山景嘅。樓層唔係好高哦，但係嘅話咧，佢嘅景觀都特別開揚。呢邊咧就係一個客廳個位置，有冇見到佢客廳個開間咧係接近6米一個開間，因為係橫廳嘅一個設計哦。佢呢個面積122方嘅，咁目前咧業主係改咗3間客房、2個洗手間哦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大廚房啦，3、4個人煮飯都冇問題。餐廳咧就擺咗張4人位嘅餐台喺度，仲有冇見到呢個位置咧？佢係整咗一排嘅一個餐邊櫃俾你嘅，即係翻嚟喺呢度坐啊、放鬆啊、望下出面啲景觀咧，都幾舒服下嘅。我哋再嚟房間呢一邊睇下。洗手間咧都係整到乾濕分離嘅，而且客房個空間嘅話都非常之大。2間客房嘅話咧都有送床啦，同埋衣櫃啦，而且每間房個空調嘅話都係安排到位嘅。咁最後咧就係主人房嘅一個空間，佢係比較大間嘅一個套間嚟嘅。咁可以見到啦，業主佢係全屋嘅話，佢都係拆到一個藝術出嘅哦，即係非常之少見哦。同埋我哋嘅衣櫃嘅話，全部都係訂製好嘅。大廳啦都有裝咗一個空調俾你嘅。咁呢間屋我哋就已經體驗啦。目前業主放售嘅價錢咧係去到113萬嘅哦，122方，但係實用面積咧都去到130幾方啦。咁如果你都想喺魚龍山買樓，咁呢個單位咧，你不妨嚟睇下啦，全新裝修冇住過嘅，想了解更多信息咧，可以聯絡我帶你睇下啦。